喺地球角落，隱藏住一種古老又恐怖嘅生物。佢唔單止體型龐大，更帶住致命生物武器，無聲無息咁統治佢嘅領土。呢隻就係科莫多巨蜥，準備好揭開佢最深層嘅秘密未？呢個神秘獵手，主要棲息喺印尼嘅科莫多島同附近島嶼，係現存世上最大蜥蜴。佢哋唔單止肌肉強大，利爪鋒利，仲擁有一種獨特超自然嘅捕獵方式。究竟係咩令佢哋成為生態系統嘅王者？科莫多巨蜥嘅致命武器並唔係單純毒液，而係口腔入面數十種致命細菌。佢哋會先發制人，輕輕一咬，將病原體注入獵物體內。之後，耐心等待獵物因感染虛弱倒下，巨蜥就會現身，進行最後盛宴。呢種殘酷策略，確保咗佢哋霸主地位，簡直令人毛骨悚然。